大家好，我係 Hammy，又嚟到新一期嘅市場熱話，都臨近2025年尾啦，係時候咧想同大家咧分享翻咧2026年嘅一啲資產配置嘅睇法。咁啊，包括喺個股票市場啦、債券市場啦、金屬嘅市場啦，同埋呢個另類資產咧，都有啲睇法咧，想同大家分享翻嘅。首先，股票市場喺個中國嘅市場，再加埋美股嘅市場嗰方面啦。美股嚟講咧，其實預期咧就係 AI 咧都繼續咧係個投資股票持倉嘅一個核心嘅重點啦。因為咧始終見到一啲科技企業喺個資本支出嗰方面咧，嚟緊2026年咧都有超過咧$5000億嘅一個資本支出，而一啲 AI 嘅基建嘅訂單咧都有咧超過咧12000億嘅美元。呢方面嚟講咧，都會繼續咧支撐咧 AI 嘅板塊。不過要留意翻咧，未必咧就好似2025年咁重嘅一個比率啦，可能咧要降低翻 AI 相關嘅一個投資比率，可能咧要將一啲資金咧分配翻喺一啲可能醫療啊、公用等等嘅板塊咧，做翻一啲咧相對嚟講同周期性行業冇咁相關度咁高嘅一啲分散投資嘅配置。咁喺呢個中國市場，尤其是港股嘅方面咧，預期咧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咧，都會繼續圍繞翻一啲 AI 啦、機械人啦，同埋一啲智能駕駛相關嘅行業嘅。咁呢方面嚟講咧，都適合翻啲進取啲嘅投資者啦。咁啊，相反嚟講咧，要做翻個防守嘅配置嘅話咧，喺個中港市場嘅方面咧，都會繼續咧可以睺取一啲咧，就喺啲高息板塊啦，或者而家嚟講咧 ETF 嘅市場相對比較熱門啲嘅一啲被對期權嘅 ETF 等等嘅策略咧，都係相對嚟講咧適宜嘅。不過咧，整體股市嚟講咧，都要留意翻明年嚟講咧，有呢個美聯儲主席嘅換屆啦，再加上咧11月有呢個中期嘅選舉，呢方面嚟講咧，都會令到個股票市場咧相當之波動，都要關注翻咧相關事件嘅一個進展嘅。咁啊，債券市場嘅方面咧，咁就預期咧，整體嚟講咧，喺個央行咧都繼續減息嘅前提之下咧，其實咧都繼續有利翻啲債券嘅產品嘅。咁一啲高收益企業債裏面咧，其實一啲亞洲嘅高收益企業債券咧，其實個收益率各方面咧都有咧5.5厘以上嘅一個回報。咁比一啲歐美嘅行業嚟講咧，個相關嘅產品咧個吸引力咧就會比較大啲。咁如果咧要做一啲相對比較高評級嘅一啲債券嘅配置咧，可以睺一啲咧就係一啲新興市場嘅一啲國家嘅主權債呢方面嚟講咧，要留意可能好似印度等等嘅市場咧，之前嚟講一旦咧個評級咧被呢個評級機構上調嘅話咧，其實個回報咧都有唔錯嘅吸引力嘅。呢方面嚟講咧，就適宜一啲咧相對嚟講審慎啲嘅一啲債券投資者嘅。咁喺個貴金屬嘅市場咧，繼續都係睺呢個黃金咧，就係做翻個咧最主要嘅配置啦。因為黃金咧，始終嚟講咧，都係受惠翻三大嘅因素，包括咧就係央行減息啦、地緣政治原因啦，再加上咧就係去美元化呢個因素嘅。咁啊，三大因素之下咧，其實預期嚟講咧，黃金喺2026年咧都繼續咧有個樂觀嘅展望。不過要留意翻咧，始終短期黃金都升咗唔少，一旦嚟講好似有個5至10%嘅一個技術性回調嘅話咧，先至可以視為一個入場位啦。呢方面嚟講咧，一旦嚟講一啲央行減息啊、通脹等等嘅再度升溫啊，甚至乎一啲地緣政治嘅一啲危機出現嘅話咧，其實咧都會令到咧即係黃金嚟講咧提高一線嘅。咁啊，最後嚟講一啲另類資產啦，就最主要都係包括一啲私募股權啊，同埋一啲對沖嘅基金啦。咁啊，要知道咧，一啲對沖基金等等咧，其實有個長短倉嘅配置或者一啲套戥嘅一啲策略咧，呢方面嚟講咧，都可以降低翻咧整體投資策略嗰方面嘅一啲波動率嘅。咁啊，之前嚟講市場可能擔心一啲私募嘅產品，尤其是啲私募信貸啦，但係咧目前嚟講個違約率咧都相對嚟講就係偏低。一啲私募除咗一啲私募信貸之外咧，一啲私募資產啊，一啲就係一啲
唔同嘅一啲私募嘅產品，包括一啲基建啊等等嘅產品咧，其實咧嗰個對比翻其他嘅一啲股債產品嚟講咧，個相關性都比較低啲。呢方面咧都有助咧對沖成個投資組合嗰方面嘅一啲波動率嘅。不過咧要留意翻咧，就係嗰個流動性咧就會相對順勢一啲，而且咧個入場門檻咧都唔低嘅。呢方面嚟講咧，就要視乎翻一啲可能高淨值嘅投資者咧就可以咧留意翻咁樣。咁我今日咧個市場熱話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亦都利益申報翻咧，本人咧沒有持有咧上述提及嘅個股同埋板塊嘅。咁喺呢度咧就係祝大家咧聖誕同埋新年快樂。咁2026年下次見，拜拜。